来到台中东市区，看到现场嘅小学毕业人，当头3万头脸哦。但像安尼咪是得看到阿爸阿妹嘅人咯，强下来投入同世人做伴嘅行列度，听受大店服装本身人亲态嘅鼓励同支持。我哋邀請到專業嘅舞蹈團來到現場，為大家帶來第二下嘅楊妹妹嘅舞哦。當然還有成功國小嘅小學畢業人帶來一段精彩嘅鋼鼓表演。接落來是陪我哋強下來欣賞佢哋帶來嘅表演啦。天一組愛上場嘅係兩個小阿奶愛帶來三隻細組嘅鼓，內容是嚟講當心些咯，陪我哋強下來聽看看啦。有看到台下按多人冇？係啊，今晡日去到了後，冇表演下，是真見笑哦。今晡日，俺哋一來講三隻細個鼓伴大家聽。哎喲，個主又難是又惡作想，又乜解好講呢？頭擺，頭客家中嘅三拿度，帶到隻主，有主阿爸、主阿妹、主太哥。主二哥同主老太，一人過一日，要嚟是食，食飽是睡，睡飽是了。當然無愁無慮，日過到真快活，真涼樂。有日，主阿爸、主阿妹兩三姊妹，安尼見識見了也沒些，時常相看，我英雄好好來同了三隻細主講。今日同三隻細主向來面挑前講，nhà人呐，做下太好咧。唔講河南是3日，學生忙3日。我講後生愛打拼，落來將好命。nhà人呐，應愛前頭做，順帶顧一世阿爸阿妹了。三隻細主講，阿爸阿妹，你哋唔是少。我哋一聽講是去前頭入座，聽一人打坐，三隻細主是喊起來去前頭入座咧。今日心感想，提出來認真發揮客家人3萬大變嘅精神。今日三兄弟來到一間當有名又一大間嘅公司，條家問朱太哥，有乜嘅產能是在本公司賺大錢？朱太哥講，我要講基本咯，是得賺外國嘅錢。條家又問朱二哥講，我唔但請會講英文，還會講河洛話哦。是係講，我唔但請是得賺外國人嘅錢，又未曉得做河洛人嘅生意哦。條家心講想，個朱二哥很會喲，提出為替公司賺真多錢。條家又問朱老太，你兩個阿哥做下安慰，真講又會打算，有乜嘅產能，唔都講本來聽看咧。如果講，唔是唔好，4、6年大批哦。朱老太講，不過嚟講，我唔單唱會講英文、河洛話，還會講客家話。是講，我唔單唱是得賺外國嘅錢，就是得通全國嘅錢做下春紅來。所以啊，唱一家人是得當做3家人來用哦。條家聽得到，知道了朱老太真巧心靈通，是請朱老太來公司識條路。朱老太為公司3萬大病，條家當感心，是通佢真正嘅愛加本佢。結婚了後，正經兩人一般心，難嚟變忘記。兩公家已經大病，就變做太紅人。人講界是個子
摆手头，是最严肃训练头。主楼梯真落来卡卡法，不以头颅做安排，是拿出20之前来传承客家文化，建设家乡。乡亲当落拉记，其沙变作山那渡街太英雄。阿伟姑、阿弟姑，下台热曲江，罗拉太家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清风舞剧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再走。1、2、3、4，要很痛的感觉。你要捏着你的羊角，捏着羊角啊，大口了。好，1、2、3、4。清风舞剧坊黄伟杰老师哦，他从太好的时呢，佢就为台北吼，大个礼拜总要为台北转来，到因东西的圣人跳舞、吼唱歌、演戏，都2忙已经9年嘞。然后呢，小朋友在舞剧坊学习的是除了歌唱舞蹈之外呢，那也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学到更多元的东西。那因为我们身处客庄，所以呢，就今天特别选了咏妹妹18岁啊，咏妹妹18岁2条歌，演东西的童谣，那会觉得又是我们在地的金曲歌王刘少熙先生他的作品，所以我们就是融合了嘻哈、律动、游戏舞蹈来呈现这首舞蹈。嘻哈舞蹈呢，它其实就是一种像街舞文化的一种舞蹈，然后游戏呢是让他们在跳舞之中又感觉冲头料啊呢，就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，很自然的去听音乐的律动，然后去展现他们肢体的美感。今天在我身旁的小朋友是连怡倩小朋友 Hello， 好，还有邱子瑜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哦，今比啊，邱子瑜有一个跳舞的是真好教的事情，而同人分享哦。有乜个事情而同人分享呢？就是老师教我们，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很好笑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会抓羊角，很好笑，为什么很好笑？因为就觉得很好笑，就觉得很好笑，因为就是羊这样子拉的时候很痛啊！你要有什么表情？痛苦。痛苦啊，对啊，那你痛苦一下，1、2、3。拄到圣人某上学跳舞的时候，那通常大部分很多都是因为那个时间那冬酒的时跟真上的帅，然后就会先教他们一些热舞，放一些热舞的音乐，让他们觉得说，先提起兴趣，或者比较流行的音乐，先提起他们的兴趣之后，再开始来拉筋这样子，因为他们会觉得拉筋很痛苦，对，可是这个都是舞蹈的基本功，这样子，对。那遇到小朋友就是可能会有倦怠期的时候呢，就是会给他鼓励，然后一直告诉他们，你们真的是很棒，你们跳得很好，对，那小朋友就会有一些成就感，就会愿意学习，然后尽量呢又去寻求机会，不减表演，那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心愿跟目标，这样子。我比嘅人深刻嘅學習經驗，係咪上嘅家家來欣賞當有發力嘅舞蹈表演呢？是不？我哋共下來欣賞，千一千嘅楊妹妹18歲啦。